歡迎使用五氫吲哚乙酸測定試劑盒。以下是你將在包裝盒內找到的所有附件，請在使用前確認所有附件齊全。在開始檢測前，請務必戴上手套，確保衛生。盛取晨尿，請注意，需要收集早上起床後的第一次尿液作為樣本，以確保結果的準確性。使用開瓶器打開安泡瓶，並將其置於底座上固定。使用滴管吸取晨尿，需要吸取總共3毫升尿液，即用1毫升滴管抽取3次。充分搖勻後，靜置5分鐘，等待沉澱物呈現最終的顯色粉型。靜置完成後，將沉澱物的顏色與標準比色板進行比較，以判定結果。建議將檢測結果與標準比色板一起拍照記錄，以便與後續檢測進行對比。請將所有使用過的材料放入處置袋中，然後妥善處理。謝謝觀看，祝你健康。